再来看今仔新地有一间游乐园哦，有将近1000个游客。另外，新地北部的老街哦，所拢无啥物人客。游乐园还未开始营业，就有游客等要入去佚佗啊。比解放的头一个假日，游乐园出现观光人潮，虽然讲人数比过去差真多，不过业者讲看会出来，游客已经有渐渐啊转来啊。许多亲子游客纷纷出游，并且都依照相关的防疫规范，并且有秩序的入园。那园区预计今天入园人数有机会突破1000人。来到北部老街，游客无讲介多，有来摆摊的，也是比过去减了真多。不过生意已经比疫情期间好真多。感觉起来是还好啦，人潮有多一点点，是吧？他会很期待这次微解封。其实也不会说很期待，最好是都解封，没有会解封。期待啊，可是现在目前看人潮没什么人潮啊，所以还是影响很大。影响很大。虽然疫情已经豆豆转好，真侪所在一寡设施嘛渐渐解封，业者也是望会使等到真正解封，让大家的生活赶紧恢复正常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